歡迎大家收睇2025年4月20號星期日一場日本越洋轉播賽事嘅賽馬貼士。嚟到日本中山競馬場，呢場賽事嘅開跑時間係日本時間下午3點40分，即係香港時間下午2點40分。賽事編號 S1 嘅第一場，即係當地嘅第11場國際一級賽，日本2000堅尼草地2000米，呢項賽事只限3歲嘅紅馬及雌馬參賽，總獎金43400萬日元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1號博物街、10號不十字星、16號李健照耀同埋8號心堅強。